我而家將等級4嘅黑影食屍鬼同黑影無形者重疊，呢兩隻怪獸建立超量網絡，超量召喚！嚟啊！編號怪獸66號，火箭甲蟲，萬能約時甲蟲。竟然咁快就可以召喚到編號怪獸，係萬能約時甲蟲。下一步就係發動永種魔法卡魔導封印櫃，效果係喺對手嘅卡組當中選擇一張卡，進入封印櫃。咩話？99油馬，我好清楚，其實你都有我哋巴利安嘅卡。我要將你卡組嘅限制型巴利安之力封印啊！限制型巴利安之力，加入提升魔法，俾佢封印咗。係咁嘅話，霍普雷 V 咪好啦，嚟啦！發動萬能約時甲蟲嘅效果，消耗佢身上一個超量素材，選擇場上嘅一張卡，佢唔會受對手嘅任何破壞效果影響。我選擇嘅係魔導封印櫃，竟然俾佢徹底封印咗限制型巴利安之力添。係咁即係話，佢驚呢張卡驚到咁嘅程度。我喺場上埋伏一張卡，回合結束。只要冇咗嗰張卡嘅話，你哋就冇勝算嘅啦。